香港电影人施南生在7月13日去世，而他生前签了遗嘱，将捐出器官做医学研究，包括林青霞、成龙、甄子丹等人悼念。前夫徐克3度现身病房，13日晚上在身边守着他离开。受访时双眼含泪，满是不舍。据港媒7月14日报道，施南生生前就签了同意书，决定把器官捐献出来，骨灰将撒入花园字样花树成长。这段爆料出自好友林青霞的自传。他在文中表示，施南生关怀社会，同情弱势群体，出任许多公益活动。得知施南生签了捐献器官的同意书后，大为佩服，表示施南生把爱给了徐克，把聪明才智献给了电影事业和社会大众，未来还会毫不吝啬地把身体献给宇宙大地。两人相识40年，是彼此婚姻和事业的见证人。曾说施南生一生痴情，把徐克当作老爷一样崇拜和守護。即便被始乱終棄，施南生還是沒離開工作室，守護南方事業到生命中最後一刻。無兒無女的施南生把愛回饋給了大眾。2022年咧，施南生身體嘅免疫能力咧就衰退，所以咧咁多年咧一直都好頑強嘅生命力。咁多年咧，施南生因為身體免疫能力降低咗，所以咧一直都用好頑強嘅生命力去同病魔對抗，直到最近咧，佢身體嘅免疫能力咧嚴重嘅衰退，所以令到嗰啲病毒咧嚴重嘅感染佢嘅身體，令到好多器官咧都衰竭。所以入院醫治，佢一直堅持到最後生命一刻。有佢嘅親朋戚友同埋家人陪伴下，安詳離開，告別大家。佢同家人都一直好感激大家對佢嘅關注、支持同埋祝福，佢希望大家對佢嘅離別嗰種難過同埋思念，變做係一種力量同溫暖去接受佢嘅告別，希望佢安息同埋精神永遠同我哋一齊。多謝。畢業之後回流香港，曾經立志做外交官同記者。佢喺70年代加入無線電視，從事幕後製作，服務過佳視同麗的，做行政同預算主管。施南生又有份創辦時事頻道傳訊電視等。信息呢個範疇咧就廣咗好多啦，其中肯定係有包括即係 breaking news。80年代新浪潮興起，施南生由電視轉戰電影，加入新藝城，成為7怪之一。男士們專注創作，施南生就擔當大管家，負責財政同場地協調、對外發行同宣傳等等。我是唯一的女性，然後呢，我們各有所長，其他6個呢都是編導演，我是唯一一個正常人。喺佢強大後盾之下，新藝城創造出多部賣座嘅作品，包括《最佳拍檔》。跟你做個 friend， 驚親2份驚，猶如揸緊借病，咪個沙煲亂掟，自己可以做成。施南生人生路上嘅最佳拍檔，莫過於導演徐克。相識半個世紀，呢一對香港影壇神雕俠侶，自組電影工作室。傲氣傲笑默從羅，拍出《黃飛鴻》等經典電影。1996年，兩個人喺美國註冊結婚。佢當然係一個行政能力好高嘅人啦，
即係你冇咗佢，你會覺得空白嘅。如果我唔係同佢生活埋一齊咧，感情生活一齊咧，我相信我哋會係好好嘅合夥人嚟嘅。呢段婚姻維持咗18年之後結束。我真係真心，我學到好多嘢喺一個人身上咧，就係我前夫徐克導演。是男生給我看到很多生命裏面一些可能性啊。施南生多年嚟監製同策劃超過60部電影，包括《無間道》同《桃姐》等，積極推動中國電影業走向國際舞台，又走入校園向學生傳授經驗。喺近年先後喺海外同本地嘅電影節獲頒終身成就獎。I really want to sincerely thank the foot soldiers in our industry. 施南生已經簽署同意書，將器官捐出嚟做醫學研究。佢一生為影視界奉獻，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無私嘅付出，毫無怨言，毫無懷疑，一生一世就做好一件事。咁我覺得呢個大家都應該反思下。無線電視記者鍾卓希報道。你說什麼定義叫好的劇本呢？很難定義的，就是說，但是你一看一個劇本，譬如我以前晚上很喜歡，晚上臨睡我就看個劇本，看到我再做起來，很尊重他的，再看下去呢，那就是好的劇本。一般來講，就是說泛泛的說，就是說那故事要吸引你想聽這個故事，裡面的人物是你想跟下去的。你譬如說一開場出了一個人物，過了幾場你對他完全沒有興趣，那你就沒戲了。所以一般是一個好的故事，最好這個故事比較新的，不過當然已經拍了這麼多年電影，比較少，但是還是有的。沒有不是新的也沒有關係，你要說的它好，你要說它有個賣點是人家沒有說過的，然後人物必須要令到人家有共鳴感，或者想聽下去他怎麼樣了跟人。然後當然最好你是還是有個清楚的訊息，傳達一個訊息，令到觀眾離開的時候覺得他得到了一點東西，無論是哭了一場也好，大笑一場也好，或者學到一點東西也好，或者反正他出來覺得真是很好的2個小時，那就是一個好劇本的圓滿。但是劇本不好，你怎麼樣都做不好好電影的。一定要劇本好，劇本好，製作不是頂級都還可以。我以前常說我有個好劇本我什麼都不怕，像我家裏去這幾年我家裏去有個好劇本我什麼都不怕，除了天氣，因為這幾年天氣很難控制，所以天氣對來也是一個，因為你真沒辦法。我拍《基礎2山》等雪沒雪下大雪暴雪那有雪了，但過2天融雪了，突然那個回南了，這天氣影響了。但是沒有一個好劇本，第一好的故事，好的故事好的劇本，好的劇本呢就好的製作，好的攝影，好的導演，好的演員，好的道具，好的美術，然後完了你要好的後期剪接、配音、音樂非常重要，全部都重要。現在後期更複雜了，很多這種技術上的特技啊，你那個調色啊，越多工具就越多工具，對吧？然後最後你要上片咯，發行。我看最近這個夏天，哇，大家無所不服其技的出盡所有的辦法，宣傳啊、排期啊、發行啊，還不夠。好了，出來賣錢了，還最後一個步驟，你要收到錢才完成。所以每個步驟都這麼重要的。講個古仔俾你聽，80年代香港電影正準備邁向風起雲湧嘅新紀元，一班喺海外負笈歸來嘅年輕人，乘住新浪潮姿勢而起，日後成就赫赫大名。從英國回港嘅施南生，以行政、策劃、發行、公關推廣等專長，與一眾導演並駕齊驅。呢一位有大內總管之稱嘅巾幗英姿，以利落果斷嘅處事作風，喺行業屹立不倒40餘年。1981年，施南生加入當時由麥嘉、石天同黃百鳴3位主理嘅新藝城，
任職行政總監，再加上徐克、曾志偉同泰迪羅賓陸續加盟，組成咗後來眾所周知嘅7人小組，為不久即將來臨嘅香港電影黃金時期掀起一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嘅新氣象。作為7人小組入面唯一女性，佢破格咁扮演咗男主內女主外嘅角色，將新藝城以至後來佢同徐克創立嘅電影工作室嘅作品推廣至本地以及海外市場，一手將2間小規模嘅公司逐步變成市場上舉足輕重嘅一員。佢以準確嘅視野解讀出海外影展嘅審美觀，落力向海外選片人推薦一眾新浪潮導演，令香港電影喺國際上得到更大曝光。江湖進入一段沉寂嘅時期，歷時30載，表面上係干戈平息，實際上暗流湧現，其後72股新興勢力隨之而起，合稱為72路烽煙。呢一個就係武林新紀嘅開始。1979年，一位年輕導演嘅處女作《蝶變》以此為開場白。呢段文字猶如佢未來導演生涯嘅注腳。呢一位喺當年致力創造香港電影新紀元嘅導演就係徐克。從《蝶變》一鳴驚人到今年新作《射雕英雄傳》合資大者，徐克以驚人創作力縱橫影壇40餘載。1986年監製吳宇森執導嘅《英雄本色》開創咗子彈橫飛嘅男性浪漫黑幫片熱潮。1987年監製程小東導演嘅《倩女幽魂》掀起玄幻結合淒美愛情嘅古裝電影潮流。佢自己執導嘅《黃飛鴻》同埋《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將經典人物黃飛鴻重新活化。1992年佢監製程小東執導嘅《笑傲江湖2東方不敗》更帶起咗新一波武俠片風潮。徐克作品以風格強烈、極具開拓性見稱。2001年執導嘅《蜀山傳》係一次電腦生成影像與劍仙幻想嘅極致結合。2011年嘅《龍門飛甲》更係新模式立體電影嘅重要嘗試。香港電影多次視覺技術上嘅突破，皆見證徐克嘅開拓之功。徐克上承中國古典傳奇同香港電影傳統，喺佢嘅鏡頭下，黃飛鴻、東方不敗、狄仁傑都有嶄新形象。古龍曾經講過，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喺光影世界有江湖嘅地方就能看見徐克。徐克、施南生兩個喺香港影壇舉足輕重嘅名字，自1984年一同創立電影工作室後，多年嚟堅持初心，佳作日出，帶動影業潮流。兩位堪稱最佳拍檔。有請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得主徐克、施南生。係咪請大家坐低？係啊係啊，請坐，唔好客氣，真係 thank you thank you。我哋好多謝大會今晚頒咁重要嘅獎俾佢哋兩個。咁我講先啦。跟好謝你講，啱啱講咗咯。OK，我講先。我趁呢個機會啊，我先多謝一個人，就係吳思源先生喺度啊。我喺後台見到你，係佢帶我入行，佢開咗呢棟門，我先有機會入電影圈，
我先有機會企喺度同大家講嘢。所以今晚呢個獎，我想同佢分享，希望佢見到呢個獎，同我哋呢人好開心同埋好高興。多謝。講多少少啊？哦，呢個年頭有計鐘㗎，係俾錢㗎，我唔俾啊。呢個年頭，我諗知道我哋大家好行業咧，道路都好崎嶇，有起有落，有好有壞。電影都係，所以我哋電影人一定要本住我哋嘅初心同激情，大家喺埋一齊，互相互助，大家互相支持，用我哋嘅專業精神態度同我哋嘅能力分工合作。咁樣我哋就可以面對好多困難，同埋克服好多挑戰。我哋喺一齊，我哋就可以喺咁複雜嘅市場入邊，闖出一片新嘅局面出嚟。有咁嘅信念，我哋相信，我哋就一定會做到。跟住，我要多謝我身邊嘅施南生。佢都係今日嘅領獎人，但係咁多年係去撐住電影工作室咁脆弱嘅帳篷，喺大風大雨入邊，等我呢個傻佬喺入邊可以胡思亂想，所以今晚呢兩個獎都應該屬於佢嘅。不過你要同阿吳思遠分享其中一個，咁就我將話筒交翻俾阿施南生，等佢同大家講嘢。講到咁好，我有少少唔好意思添啊！你而家上台咧，好耐冇見過咁嘅場面咧，好似照 MRI 咁樣，你唔喐得嗰時咧，最想勾痕。咁咧就今晚好多謝大家。我同導演都好衷心咁多謝咁多年來忍受到我哋同我哋合作咗咁多電影嘅台前幕後所有嘅工作人員，非常多謝佢哋。你去戲院睇戲咧，部戲放完咧，啲燈光着你準備走啊嘛，當銀幕上面咧再好多名出嚟，我相信好多人都一個都唔識嘅。不過呢啲就真係我哋電影嘅手足，因為佢哋支持，因為佢哋嘅努力，令到我哋可以完成到一部電影，所以其實真係要多謝嘅係佢哋。導演同我咧喺香港電影咧做咗40幾年，有順境亦都有逆境。不過好彩每一次好似風雨之後咧，我哋就會變更強更有力。所以我祝願今日所有我哋香港電影界所有嘅同業繼續努力，為香港電影發光發熱。香港電影加油！加油！有請頒獎嘉賓林青霞。哇！呢度，呢邊我哋，我呢邊，我呢邊。哇，好甜呀！咁長嘅。謝謝，大家好，我係林青霞。今晚真係非常非常之開心，我兩位好朋友徐克、施南生同時得到香港電影金像獎嘅終身成就獎，亦我好榮幸呢個獎係由我遞俾佢哋嘅。佢哋啲豐功偉業
你哋啱啱睇咗，我現在就講一講我跟他們兩個相識、相知、相惜的故事。1980年我在洛杉磯拍《愛莎》的時候，徐克打電話給我，邀我拍《蜀山》。那個時候呢，其實我沒聽過徐克的名字。到了香港來見他們第一面，哇，他們真是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Nanson 呢，頭髮齊短，然後打扮得非常新潮有型。徐克非常的瀟灑，眼神裡是透着那種非常有靈性的感覺。那麼我跟他們非常有緣，在幾天之內就把合約簽了，從此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徐克是我合作過最多的導演，在他的指導下，我贏得了電影世界的第二春，也迎來了東方不敗的美譽。然後呢，我想一想，因為徐克的關係，我在香港拍了10年的戲，我是親眼見證到徐克、施南生雙劍合璧之下，創造了電影神話，帶領了電影潮流。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他們是功不可沒的。謝謝。我初到香港，對香港人生地不熟，我就請 Nanson 幫我談拍戲的合約。Nanson 義不容辭的，很快就幫我簽訂了幾部戲。我寫了一封信給他，裡面附上一張支票。Nanson 把信留下，支票退還給我，然後贈我一句話：如果你幫助朋友，要不求回報才好。40多年了，這句話一直刻在我的心裡。而他說那封信，他一直保留到現在。我和徐克、施南生經常會在我們人生中的關鍵時刻出現。我的後半生也是因為他們而改變。他們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感謝香港電影金像獎，讓我把這座獎遞到他們手中。他們得的是終身成就獎。我認為我有這2位傑出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終身成就。謝謝大家。講完了，講完了。